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58年拍摄的粤剧电影《秦探》高清彩色完整版的第2期。片中铭记的扮演者是傅全香，1923年生于浙江嵊县，第2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粤剧代表性传承人。傅全香10岁时加入四季春科班学戏，13岁登台演出，15岁演出《九斤姑娘》一剧而受到观众青睐，17岁演出《衡阳》而名声大噪，20岁时已经是四季春剧院的头牌，戏班也更名为全香剧团，多次与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合作《孔雀东南飞》《万户更新》等等剧目。傅全香的嗓音明亮，音域宽广，表演富于激情，最擅长表演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悲剧妇女形象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就点赞关注。好，请看《秦探》的第2期。要是少夫人得知少爷高官得中，定然喜欢非常。少爷就该夸奖少夫人进京才是，我也有此意。启禀常院公，李大人到。有听。常院公承您。李大人，常院公请。恭喜常院公，贺喜常院公，喜从何来？老丞相有意千金，十分艳美。老丞相又有常院公这位千金之好，不知常院公意下是如？蒙hỏi老丞相见爱十分关键，此时玉孙家中也有糟糠之妻，这门亲事难以议哟。请问常院公，家中的夫人是哪家名门的千金呢？这个是常人家出身的了。这无妨，多送些银两，叫他的年穷度日，也就是了。有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啊。常院公不去糟糠，真是难得。这是常院公气色，原是新上人家之女，这怕是笑话。这是二人相爱在之名，常院公做了老丞相的东庄夸许，定然贤人无量。此次李翁请为用玉生3世，3世而何用？常院公高才，高才，告辞奉送，告辞，告辞。
这在李老爷的差人对我一讲，这李老爷是替还向五十妹来的。那少爷，你是怎样回答他的呢？我自有之章，不用你问。少爷呀，自不明才来呀，自了良心，少夫人为我们背信了我们，你今日头戴乌纱妖女的少爷呀，就该召集夫人到地界来。不知道你下去。启禀常月公，张大人可否？听说他是本府的人，他来做什么？不必有事和我。有请。常月公，请啊。常月公，下官少来拜儿，请常月公施罪，有真正的老牛赐家里。常月公，是在利用孟良和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言道常月公不起早康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丞相听了是十分钦佩，只是老丞相放得常月公的妻子乃是莱阳名苦养的野花女子，此事倘在被人知晓，常月公的脸面何成啊？老丞相实在是为常月公苦心，故而们命下官再来提亲，常月公可万无推洽的了。他们是此相爱，是何是好啊？见我神梦相依初见，玉梦见辜负来，寒气三落命苦熬，他原是思乡门的演得的好穷才，我与他为难，相逢成匹配，定期再去复应该。常元公，常元公不要看书的，细听下过言开胃，教诲本是装的语，真逼得儿们虚无女听才，他早经无处心难改，真配你天子门生歪歪在，是这样现在的良机是难在，常元公啊，你错不了几位要为呀，就他句句一语同无心，现在良机甚难在，
大丈夫应有临用之，夫妻能无天人为穷财，自古到今既是鸟真相配，我实在相负。从今就世上情用成风吹。常月公意下是何？某人相遇哎，有深珍贵太子，只是匆忙之中无有信问，是何是好啊？常月公，这牛虽在不是最好的品物吗？这牛顺在么？原来知见之问，是以他为品。这些常月公先见是牛，情重是山啊！区区笔问，望不见相。此时待下官禀明我老丞相，接着前来迎接常月公，妻子相扶，一别为婚。不谢见公，告辞。奉送告辞。想不到我王魁一家儿子，竟做了天子的门生，贼相的爬去，也亏飞黄腾达，旁生百里，好不可惜呀！心中所欲也是用，王魁今日奉上心，不为我外场公都苦实在，从今与就在无上忙到牛带上担喜呀启禀常月公，来阳家事到啊，下属人无人，书信下在卡店之中，是店自动送来的，小人已当发他去了。下去是。贵因被击，王郎千彩。还有小事一桩。上不胜过金秀香，谁让得以真说啊？谁知叫谁有贵客，是绝称一代西茶。困着小事，贵因道外一往情深。哎，大丈夫做事岂能反复无常？事到如今，我已顾不得你了，不免待我修饰一封，附送8银200两，以报你2年恩爱。一封信寄于明哭教育娘，为是王魁良心上，一花女真配常元郎，说银子200两，是王魁不能走来呀。
好傻呀！但愿你卡居平安度艰难，一山一块不逆境，换大雨苦家今杀空难才让分，我情绪梦来几惊人，天真万真无心。我媳妇人，老回家，少爷中了套虐命老奴抱起来了。相不
信一封。是的，还有家说银子200两，请夫人收下。银子就没收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？真好。可是少爷今日差你来的？正是少爷命老奴迎接夫人觐见。遇劳你了。啊，菲菲，你快去预备酒菜，今晚的我姐妹喜上一喜。老管家，一路辛苦，我先去吧。菲菲，你快点行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喜讯呢。哎，上元公接上元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呢？算了，我们去吧。来，老管家去洗洗吧。姐姐，不要去问妈妈不可，看他还要骂，姐夫穷，姐姐皮嘛。妹妹不可自知。阿舅妹，你快去争得营长，明日一早，令我一同进去。多谢姐姐。